一个魔术。今年有没有100块钱？100块钱，有。赚了。等一下，我手不碰这个碗，可以把这个100块钱变走。变走的话就是我的，好吧？好了，我的。封面拍好了没啊？什么？我说封面拍好了没有？什么封面？标题封面拍好了没？还有一个屁股下面，还有一个。有病啊！我操！铁们，今天给你们来一个性感的小野猫。性感的小野猫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，把你手拿过来。哎，干啥呀？手拿过来，我把它变没了。来，手看到没有？把它变没了啊！看好了，妈的以后，啪！哦，我操！小姨子，帮姐夫把这个水给拧开。一个水你都拧不开。哎，这啥情况？漏水啊！哎，这为啥漏水啊？七月，干嘛？还在这坐着？来，你给我进来，你过来，你自个儿看你的杰作，你过来，快点，快啊！看见了吗？你把这零食你吃完了，你都拾起来行吗？那这不没吃完呢吗？我一会儿都给他拽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不，别我拽。我不给你拽，行，那先把没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收拾了啊！没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。行，出去！干嘛呀？赶紧走！说我这个那个，你最没用，给我出去！来，这家就你最多余，快点！走。降龙18。给你们表演一下脚踢木板啊！耶耶！来，准备啊！1、2。哎呀，真甜呀！好吃吗？还可以。甜吗？好小啊，吓死我了！小南，水开了，拿杯子来给你倒，不喝，给你倒，不喝。倒不倒？